公车上有人误按了电铃，亮亮叫。他说按错的司机可能没听到，像蚊子叫。到站了之后，他又说按错了，像蚊子叫。公车没动，司机应该是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听了好久，我只好大声叫，我大声叫。他说按错，公车终于开动了，开动了。公车上有人误按了电铃，亮亮叫。他说按错了，司机可能没听到，像蚊子叫。到站了之后，他又说按错了，像蚊子叫。公车没动，司机应该是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听了好久，我只好大声叫，我大声叫。他说按错，公车终于开动了，开动了。